参加拜五的祈祷会，这是稳定的时刻。对于诗歌当中，圣神进入伫我的心内底，互我对诗歌内底的感动，领受到圣神甲我透放，甲我医治。在周五的祷告会当中，我感受到圣灵的同在，每次都很感动。听到的诗歌和牧者的祷告，还有各位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氛围，真的很棒。我会觉得每一次的聚会，就是跟神亲近，跟神连结。祷告会每一次的敬拜，有时候会让我圣灵感动到，触动我的心。经文的分享会让我更明白神的心意。在这中间，我的领受有真情，透过诗歌，上帝家己一摆一摆来感动我，互我得到医治甲透放。这一天晚上是我们忙碌的一周之后一个敬拜神的时间，我很幸运可以在富强有这样的时间，享受在大家一起祷告、一起敬拜神那样的氛围。在一周的工作之后，参加礼拜五的祷告会，借由诗歌和祷告，可以让自己又有重新得胜的力量。我住麻豆，虽然在交通要付上时间和体力的代价，因着属灵的渴慕，在星期五我会参加富强教会的祷告会和小组，和弟兄姐妹齐声呼求，使我得到上帝的安慰、圣灵的激励与神的同在。耶稣说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我们透过祷告，我们可以赞美神，我们可以感谢神，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，我们也可以在祷告会中忏悔，我们也可以在里面恳求许许多多的事项，一起同心合意的为我们的国家、为我们的教会、为我们的个人彼此互相代求。在我们忙碌了一整周的时候，可以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一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。主啊，这就是恩典祷告会。之前母会的师母曾经跟我们说，在祷告会中你会见到耶稣在当中行走。这句话很触动我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亲自看见神的作为。我自己也曾经在教会的祷告会里真实经历神的医治，不需要特别去参加医治特会，就是在平常每一周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当中，神就亲自动工。当我们一起做神所喜悦的事，不但自己的心会被神触动、被神安慰，也会经历神的医治与恢复。如果教会是一辆蒸汽火车，我觉得祷告会就是那把火，是热能，也是推动整个教会事工往前走的一个力量。我们透过祷告会，我们可以结合，让教会所有弟兄姐妹更加的团结，让神的复兴在教会里面更早的来到。为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为世界各地，为教会，为周围的社区，我们都摆上自己虔诚的祷告，感谢赞美主。